算了。太可怕了！这儿拍照，不是要赶起队里面。哇，就他老母。好大的火呢！整个都烧起来了呢。有人说面筋那边又烧过来了。烧起来了。早上去的那个大罐头，现在呢大罐头没看到那个小罐头，小罐头直接啷个介绍？就在我们前面100米不到，这个后勤我操，让人一扑灭了。师弟烧起来了！天哪！别看梨园学校对面好大，开到学校在烧，消防人开几个，梨园学校那儿，哇，太大了，这也太大了，哦。还烧起来这个火，打火，黑得很哦，这塔油枪，一会儿就飘光了，这儿冲在边上。